大家知唔知 Amazon 依家玩緊一場冰與火之歌？AWS AI 營收運行率飆升到150億，客戶淨流傳率高達125%，黏性勁到誇張。但自由現金流轉換率竟然跌到得1.6%，ROIC 更加只有8.8%，遠遜同業水平。到底呢隻科技巨無霸係穩守江山，定係表面風光，背後暗藏危機？估值方面又係咪真係抵買，定係貴到離譜？今日 Bonnie 同 Felix 會同大家拆解晒 Amazon 嘅盈利質素、債務結構同競爭優勢，仲有埋估值大公開，千祈唔好眨眼，即刻同我一齊睇晒成集，錯過咗就真係蝕大咗。各位觀眾，我哋 AI 財演一直致力為大家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健康狀況，但有時短短10幾分鐘嘅討論未必可以涵蓋晒所有財務指標。為咗令到投資者有更全面、清晰嘅視野，我哋最近推出咗個會員專享嘅研究報告數據庫，一站式記錄低所有我哋研究過嘅股份，仲有埋互動圖表，方便投資者隨時都可以睇翻自己揸住嘅股票。只要你免費登記咗成為 Patreon 會員，進入 Patreon 後再免費 follow 埋 AI 財演嘅 channel， 就可以去我哋個網站登入。所有連結已經放咗響影片下面嘅資訊欄，而家即刻登記，費用暫時都仲係全免，但呢項服務遲下可能就要收費，趁住而家1蚊都唔使俾，記得快啲登記咗先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 AI 財演。Amazon 作為全球電商同雲計算領導者，2025年營業額達716.9億美元，業務涵蓋北美零售、國際零售同 AWS 雲服務，仲積極發展 AI 基礎設施、衛星互聯網等新領域。今日我哋就同兩位嘉賓 Bonnie 同 Felix 一齊探討 Amazon 未來發展前景同投資價值。Bonnie，不如你先講講你點睇 Amazon 依家所處嘅行業前景呢？講到 Amazon 嘅行業前景，我覺得依家街係處於一個好關鍵嘅轉折點。你可以諗象街好似一隻章魚，八爪伸向唔同領域，但每一爪都好粗壯。首先，電商方面，美國市場份額已經達到41%，呢個係業界最高集中度，其他對手好難撼動。但更值得留意嘅係 AWS 呢個利潤引擎，街市場份額穩守32%。AI 服務營收運行率已經升到150億，增速快到接近翻倍。呢個好似當年智能手機爆發初期咁，AWS 就係嗰個賣鏟仔嘅角色。不過我都要提大家留意風險，Azure 增速31%，已經超過 AWS 嘅20%。微軟同 OpenAI 嘅深度綁定係一個隱憂。另外，資本支出去到1300幾億，自由現金流暴跌至11.2億。跌幅高達88%，呢個係短期要消化嘅陣痛。整體嚟講，行業前景樂觀，但競爭同投資壓力都唔可以忽視。Bonnie 提到嘅資本支出同自由現金流問題，正正係財務角度要深挖嘅地方。Felix 想問下你點睇 Amazon 依家嘅盈利能力呢？北美零售毛利率提升到6.9%，AWS 利潤佔比高達57%，但整體嚟講 ，Amazon 嘅盈利質素同增長動力喺你眼中係點樣嘅局面？講到盈利質素，我覺得要用一個比喻 ，Amazon 依家好似一間開咗3間鋪嘅餐廳 ，AWS 呢間鋪係主廚，用18%嘅食材成本煮出57%嘅利潤，利潤率高達35.4%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印鈔機。北美零售呢間鋪終於學會計數，毛利率由5.5個百分比升到6.9%，證明規模同盈利可以並存。但係我想指出一個投資者容易忽略嘅數字，就係 ROIC， 即投資資本回報率。2025年只有8.8%，遠低於科技行業平均嘅15%到20%。呢個意味住 Amazon 雖然賺錢，但每1蚊資本投入嘅回報效率其實麻麻。另外，自由現金流轉換率跌到1.6%，遠低於3%嘅警戒線，代表雖然帳面利潤靚，但真金白銀落袋嘅速度慢咗好多。呢個就係管理層話俾你聽嘅故仔同財務數字之間嘅落差，投資者要留心。Felix 提到嘅 ROIC 效率問題幾值得深思，但我想將話題轉去客戶層面。Bonnie，Amazon 嘅客戶基礎其實好龐大，由 Prime 會員到 AWS 企業客戶都有。想問下你點睇 Amazon 依家嘅客戶結構同質素？尤其係 AWS 嗰個客戶淨流傳率話有120%到125%，呢個數字係咪真係代表客戶黏性咁強？呢個120%到125%嘅淨流傳率真係好誇張。
簡單講就係舊客戶今年比去年平均多花20%到25%，好似會員唔止冇流失，仲不斷加碼消費咁。呢個係 AWS 客戶黏性嘅鐵證，因為遷移成本高達200萬到500萬美元，遷移時間仲要18到36個月，難怪成功遷移率得30%以下。你可以諗象，企業一旦用咗 AWS 嘅資料庫同運算服務，好似裝修好嘅屋企拆咗重新再嚟，成本太高。而且頭100大客戶已經貢獻35%營收，頭1000大客戶就佔70%，客戶集中度其實幾高。但係呢個亦係雙面人。如果 Meta 呢類大客戶轉去 Azure，AWS 營收可能一下子跌5到8個百分比。另外 Prime 會員方面，美國滲透率已經到45到50%，增長開始見頂，非會員增速反而更快，達22%，反映 Amazon 依家要靠低價策略去搶新客，而唔係淨係食老本。Bonnie 提到嘅客戶集中度風險同資本開支嘅壓力擺埋一齊睇，就令我諗到 Amazon 嘅債務狀況。Felix，我留意到街嘅長期債務高達6565億，租賃負債仲有8700幾億，但評級都維持 AA 級。想問下你點睇 Amazon 依家嘅償還債務能力同埋咁龐大嘅負債結構，會唔會對街嘅財務靈活性構成隱憂？講到償債能力，其實 Amazon 嘅財務體質好似一個做重訓練嘅運動員，肌肉多但唔臃腫。總負債雖然睇落嚇人，1531億，但當中大部分係租賃負債873.4億。呢啖主要係倉庫同數據中心嘅長期租約，唔係要即刻還嘅現金債，反而係業務擴張嘅副產品。真正嘅長期債務656.5億，分佈喺2026年到2065年到期，好似分期還款咁平均攤開，唔會出現一次性到期嘅資金壓力，而且槓桿比例持續改善。債務除 EBITDA 由2023年4.2倍跌到2025年3.2倍，利息覆蓋倍數更高達35倍，即係營業利潤足夠覆蓋利息開支35次。呢個係業界頂級水平，先令 AA 評級站得穩。加埋現金及等價物868億，流動性極之充裕，短期還債完全冇問題。不過我要提醒大家，2025年新發債1500億，加上資本支出仲會維持喺1300億以上2-3年。如果自由現金流未如管理層預期喺2028年反彈，槓桿比例可能會逆轉向上，呢個係財務靈活性嘅隱形風險。多謝 Felix 拆解債務結構，聽落原來冇想象中咁嚇人。喺呢個時候，我想提提觀眾朋友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 AI 財演，開埋小鈴鐺，仲有 Patreon 限時免費頻道，咁先唔會錯過最新分析。而家想轉去問 Bonnie，Amazon 喺零售同雲計算兩大戰場，同 Walmart 同 Azure 嘅正面交鋒，你點睇街依家嘅競爭優勢係咪真係穩守得住呢？講到正面交鋒，我覺得呢兩場仗嘅性質好唔同。零售戰場方面 ，Amazon 對 Walmart 其實贏得幾徹底。你睇線上銷售佔比52個百分比，對比 Walmart 得12個百分比，差距足足40個百分比。毛利率仲差得更遠，41個百分比對24個百分比，證明 Amazon 嘅物流自動化真係轉化成真金白銀嘅優勢。仲有一點好多人忽略。Profitero 評選 Amazon 做全美最低價零售商，即係街可以同時做到又平又賺錢。Walmart 暫時做唔到呢個平衡，但雲計算戰場就緊張好多。Azure 增速31個百分比，快過 AWS 嘅20個百分比，市場份額由2020年嘅17個百分比一路爬到2025年嘅23個百分比，蠶食速度唔可以忽視。不過我想強調 AWS 靠嘅唔止市佔率。仲有服務廣度290幾個，對 Azure 200個，加上自訂芯片 Trainium 3代已經出咗，性價比仲贏 NVIDIA H100 15%到20%。所以呢場仗 AWS 雖然守得辛苦，但護城河深度仍然係業界第一。多謝 Bonnie 分析呢場雙線作戰。而家想轉向估值層面 ，Felix， 我留意到 Amazon 依家 PA 31倍，較歷史平均嘅35倍低，投行平均目標價283蚊，較現價有2成3上升空間。仲有 DCF 模型計出內在價值337蚊。想問下你點睇 Amazon 依家嘅估值水平，同埋依家呢個價位係咪一個吸引嘅入場時機？估值呢樣東西，我覺得好似睇一個人減肥前後嘅相片，數字表面靚咗，
但要拆開睇先知道係咪真材實料。P/E 31倍，對比2021年泡沫期65倍，確實回落好多，但同標普500平均20倍相比，仍然貴接近50%。你要問自己願唔願意為呢個增長日價買單啊？市銷率3.4倍就更加要小心，因為標普500平均得1.8倍，將近2倍價錢。代表市場已經預咗未來盈利爆發。DCF 模型計出內在價值337蚊，聽落好吸引。但呢個模型建基於幾個關鍵假設，包括終端營業利潤率要做到15個百分比，同埋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得7.2個百分比。呢個折現率相對偏低，反映市場對 Amazon 風險日價要求唔高。你睇敏感度分析就會發現，如果終端利潤率跌到13個百分比，內在價值即刻縮水到235蚊，同現價幾乎打平。可見模型對假設極度敏感。另外 EV/EBITDA 18.2倍，略高於標普500平均14倍，都反映市場已經科出唔少樂觀預期。我嘅睇法係，依家呢個230到250蚊區間算係合理，但唔算超值嘅入場位。如果想有安全邊際，等街跌到200蚊以下先加倉會更穩陣。時間差唔多，我哋嚟做個總結。利好因素 ，AWS AI 營收運行率升穿150億，客戶淨流傳率高達125%，黏性極強。北美零售毛利率改善至6.9%，證明規模同盈利可以並存，競爭護城河深厚。零售對 Walmart 優勢明顯。分析師平均目標價283蚊，估值較歷史平均回落。不利因素，自由現金流轉換率跌至1.6%，遠低於警戒線。ROIC 僅8.8%。遠訊同業 Hash 增速31%，持續蠶食 AWS 份額。資本支出高企1300億以上，短期壓力未散。整體嚟講 ，Amazon 屬於高增長但高投入嘅轉型期企業，適合有耐性、能承受波動嘅中長線投資者。短期追高要留神估值日價。多謝 Bonnie 同 Felix 今日精闢分析，亦多謝觀眾朋友收看。我哋下次節目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，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你哋付出呢2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，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。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，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，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。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